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1月20号礼拜一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市的公共自行车系统 T-Bike 现在时升级为2.0全新的智慧版本，而且佮加入电动辅助的 B-Bike， 要伫过年后提供市民加一种选择。香港交通局、联合经济部工业局、内政部建筑研究所等单位共同来发表。即马就做伙来看卖，台南市的公共自行车到底有偌尼啊巧？不管是加入物联网科技的 Smart T-Bike 2.0版本，或是加入电动辅助的附加价单，这两种台南市的公共自行车系统，伫智慧升级以后，服务功能已经领先全国。上午伫成果发表会中，市长黄伟哲嘛亲自体验上新的电动辅助 B-Bike。强调过年以后，得将一步一步导入市场，加上全市500台智慧化 T-Bike 已经全数上线，提供民众更多元的享受。智慧城乡本来就是台南市的一个发展计划之一，在智慧城乡的底下的各个项目，包括智慧停车、包括智慧单车、包括其他的智慧路线的行车的部分，我们都希望说，这个政府能够提供给骑乘者最好的一个服务，让这个骑乘者他本身在使用这个单车的时候，单车不再仅仅是单车，单车还可以提供许多生活必要的资讯，以及这个单车骑乘者的用车人他本身的健康的一个状况。我觉得其实这部分可以提供市民相当大的一个使用的诱因，也可以让府城台南的市民能够最早能够用到一个科技的新产品。为中经济部工业局加内政部建筑研究所作为研发补助单位，马龙教场共同来见证台南市卡车升级，嘛是智慧城市当中重要一环。以后不管是交通运输、休闲旅游、营路安全，甚至是金融消费，拢伫这台卡车会当看到，邀请大家过年期间多多来体验。从这个起点开始，我想，正如刚刚这个徐老师所提到的，后续这个不管是T-Bike Smart T-Bike 2.0，或者是 B-Bike， 我会这个持续的来跟中央来争取相关计划，我们把这两个服务做得更好。高局嘛提醒民众，对今日开始要使用 T-Bike 全新的服务，嘛一定要更新 App 功能，才会当享受。等新闻管及采访报道。迎接过年，有贩子故事园区今年持续开放，要互亲子加一个行春休闲的好所在。负责人王高龙表示，园区内面有侪侪古早的动物、甲农具会当体验，而且伊嘛提供家己所收集的超过20档世界各国的纪念套币，邀请大家前往欣赏。为一当新春假期，为伫安定的古堡有贩子故事园区，对来开放，互亲子做回来耍古早动物以及各种佚佗物，同时体验怀旧的农具等富有教育意义以外，今年还有载满有贩子甲甘蔗的火车模型，相当的趣味，要请亲子拢来园区参观。外口阁有一寡种咱会当有囡仔用头壳来讲哦。贴物件，一寡木材，甲会当互伊迄个设计起来，有当去斗，看要去斗，吼，会当绘画，阁有母子琴吼，有囡仔家己去带弹琴安尼，阁咱迄个手脚并用，会当去跳一寡物件安尼，阁有寡古铜啊来当耍。那咱内底阁有迄个蒸汽小火车，有轨道车，吼，拢袂歹，足侪物件当互囡仔耍兼看安尼。另外，今年上届特别的是负责人王国营，不止拥有超过2万台日本回力车的收藏，互大家大开眼界。加上伊对1993年开始买第一套套币，一直到今年每一档拢有，其中也包括珍贵的美国独立纪念、英国女王生日，或是罕见的原住民套币等等拢有，甚至侪侪拢已经绝版。咱今日主题是套币，但咱有摕从这套是澳洲的对，但是伊6个研究分做6个州，6个州，但是后壁面呢，佫有6只动物，佫有6只动物，我感觉吼。拢真特殊安尼，真特殊，所以迄个过年期间，带当带囡仔来遮看，拢免费的。
呼唤节经营以美国、香港、日本等出口行销作为大宗，不止成为台湾之光，每当过年更是以免费参观来回馈台湾乡亲，相当难能可贵。电视新闻军及采访报道。这位自细汉伫国外大汉，而且到英国留学，移民加拿大，却因为介意故乡的人情味，是去国外5星级饭店主管职务的马克，佮来自英国找了台湾某的奖，做伙伫台南开一间披萨咖啡店，要用英国在地口味来打动台南人的胃。奖来自英国，伫2003年来到台湾。因为介意台湾，并且带台湾某伫台湾来定居。李马克是台湾在地囡仔，因为自细汉伫国外大汉，嘛到过英国留学。2位30-40岁青壮年伫台湾熟悉以后，决定以英国在地口味，打造一间适合全家大小的披萨咖啡店。我们这家店本身的话，就是走比较欧式咖啡馆的披萨馆。那我们主要的话，想要把国外那种很轻松悠哉的方式呈现在台南这个地方，因为台南的话很多文化，那欧洲的地区是非常多的在地文化。那我们希望说，在这边可以吃到在欧洲的薄片披萨，甚至我们自创的披萨角跟披萨卷，这样的话，台南也可以吃到比较不同风味的国外口味的披萨。在台南，我们就是以美食闻名哈。但其实我们除了小吃以外，其实现在台南有非常多的异国料理，也都非常有特色哈。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来介绍大家，有别于台南现在目前一般的披萨店，这个是非常有欧式，然后风格比较轻松，气氛比较不一样的这个披萨店。那尤其它的主厨是来自英国。John 哦，那他娶了台湾老婆，所以就留在了台湾，因为很喜欢台湾，就留在了台南。那我们的另外一个老板叫做 Mark， 那他以前在英国念书，那后来都住在加拿大，可是也因为很喜欢故乡，所以辞去了国外的工作，然后回到了台湾。那所以我想两个人在台南这个地方，然后碰撞出一个很不一样的火花，然后开了这个非常不一样的披萨店。这间位伫中正路顶，店名就以 John 跟 Mark 2个人的名来做号名。虽然店内空间无大，不过真适合全家大小，或者是3-5位好朋友做伙伫遮用餐。我们另外店里还有推出咖啡跟啤酒。因为在国外的话，很多人都会在吃饭的时候，他会中餐配个啤酒，配个咖啡，或者是晚餐的时候他想要说，吃一片披萨，配个沙拉，配个炸物，然后跟朋友小聊，然后喝个酒这样子。我们这边店销大概平均大概200到250，其实我们的东西都是很适合分享的，甚至有些人2个人来点一个小披萨，然后喝杯咖啡，这样的话1个人大概100到150都有可能。对，那这边也是非常适合聚餐。我们店内的话，大概可以做到30个人到35个人，也非常适合家庭聚会或是公司的聚餐包场。伫店内除了用吃到传统的欧式薄片的披萨，另外嘛有台南真少看的披萨卷加披萨条，以及英国传统的炸鱼薯条搭配麦芽醋。伫饮料方面，马克嘛推荐拿索的冰砖系列的咖啡，另外嘛有英国加加拿大各式的秘鲁。欢迎民众前往品尝。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伫大选旗下全国上悬得票率，同时嘛是全国第2关票，甲台南市上关票的立委陈廷辉，除了展开扫街拜票以外，18号嘛伫个小北个成功夜市举办社票感恩音乐会，现场来了超过2000位的民众参加。陈廷辉特别准备小福袋，感谢所有的支持者。伫即届立委选战当中，摕下全国上悬得票率的立委陈廷辉，为了感谢民众的支持，特别伫18号下午小北仔成功夜市举办了一场感恩音乐会。画面当中会使看到侪民众拢到场收听。活动一开始就有着陈廷辉委员甲议员陈怡珍、周丽珍以着太鼓的表演来开场。会中行政院副院长陈其迈也特别出席，并甲陈廷辉共同合唱世界第1等。如果是要来斗阵，若要讲换感情，我是世界第1等。是缘分是注定，好汉破网来相见，不惊风不惊雨，有情有义的好兄弟。我想
想这场音乐会是当时候在1月3号，因为我们有军机失事，然后没有办法继续举办，所以我们认为说，我们既然已经跟我们所有的乡亲朋友说我们要办这样的音乐会，不论是顾台湾，或是在之后的感恩音乐会，我相信我们希望的是跟民众接近，让民众有更了解到我们民进党对于台湾这块土地的热情与我们的价值跟我们的责任，所以今天我们特别举办感恩的音乐会。那除了陈亭妃要感恩大家，蔡英文要感恩大家，最主要是我们要跟大家承诺，未来不论是亭妃或是蔡英文总统，我们会一起为台湾这一块土地，为台湾这块土地继续打拼，继续努力。因为每一张选票拢是对阮的要求，嘛是对阮的交代。我一定会把阮的责任做好势，办得好势，互咱这块土地更较好，互咱台湾的未来会当更较顺利。陈亭妃也强调，未来除了互助款以外，经济甲观光也是持续要努力的目标。其实这段时间吼，咱台湾这块土地，伫咧经济方面，我相信是大家所期待。虽然主权最重要，但是经济嘛最重要。伫主权，咱这道利用咱的选票已经最清楚，甲咱所有全世界讲，台湾的方向，就是台湾就是家己一个国家，台湾就是主权独立的国家。用咱的选票已经甲大家讲啊。当然，伫这个部分了，阮就是爱拼经济。虽然伫咱过去3冬，咱蔡英文总统已经甲咱的经济已经冲破掉咱4小龙的第1名了，经济成长率。但是我相信，咱个爱互人民有感，要安怎互人民有感，互人感觉讲，我伫台湾这块土地，我是有价值的，而且是会当来投资的。包括着咱台商的回流，已经有超过7000亿啊。但是这7000亿，要互人民会当有感受，是毋是会当增加更较侪的就业率，会当增加更较侪的就业机会，会当增加更较侪咱的经济成长率。我相信这就是咱爱做的。未来咱伫台南这个土地当中，咱要安怎将观光人口，因为其实咱观光人口是有咧增加，全世界的观光人口来台湾的拢增加，咱袂使甲咱的所有的技能放伫中国这个哪内面，咱就是爱用咱所有咱的力量，将全世界的观光人客诱入来台湾，诱入来台南。点线面串联，互人看到咱台南的价值。我相信在未来，廷尉嘛会甲着咱蔡英文总统共同打拼。会长陈亭妃也特别准备了2000个小福袋，要予支持者。除了感谢因的小婷，也期待民众新的一年会使有一个好的开始。但新闻国报以采访报道。新年马上要来到，有的家庭可能无法度围炉食大餐，为了互因感受社会温暖，府城同济会19号的中昼举办围炉活动，招待17儿童的家庭。市长黄伟哲也特别出席，陪伴小朋友做伙用餐。在小朋友热情的表演之下，为今仔日的活动揭开序幕。这场热烈温馨的围炉，是由着府城同济会为了帮助社会弱势的家庭，会使感受到过年的气氛，特别举办的。这届也伫安平的酒店实开20桌，会长市长王伟哲也特别出席。除了感谢同济会的付出，也强调未来会甲社会局共同伫社会福利更加努力。那谢谢各位，感谢各位的爱心付出。在新的年度里面，我想在2020台南市政府，我们一定要求社会局来跟同济会做最大最好的配合，希望能够让这个大家从事爱心活动的时候，从事公益活动的时候，能够让这个效益更能够事半功倍，能够让更多的这个发挥能够有更多的受益者、受惠者。这届台南在地卡拉 OK 业者也特别赞助了5万块的红包，要让这个弱势家庭感受到社会的温暖。很高兴今天能代表公司来参加我们同济会照顾弱势团体的活动。公司一向秉持的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的精神，来照顾我们的弱势团体。希望我们未来也可以尽更大的努力来为我们弱势团体发声。谢谢。也因为各方的响应，让这届的活动会使顺利来举办。对此，府城同济会会长也非常的感谢。伊强调未来也将会伫社会公益持续来努力。我们办这个活动主要是因为我们府城会都致力于在小朋友身上，
和一些弱势团体需要帮助的对象。我们今天席开了23桌，其中20桌全部都是台南地区的弱势团体，比如说东门教会、新化教会、世信的团体这样子。我们在的话，我们也不单单请他们吃饭，我们还准备了很多礼品，包括每一户他们都有有红包啊，有礼品啊。在的话也感谢我们东城酱油和宾士 KTV 和 DK 空气姐他们的赞助，让我们这次的活动能圆满结束这样子。再来还要感谢我们的府城会所有的会兄，在大家的大力的支持下，让我们这次能顺利完成。这届除了请到小家庭吃饭以外，也伫各单位的赞助之下，提供了侪家庭用品甲红包。府城同济会也是期待透过安尼的活动，号召更较侪社会单位共同来关心弱势。台湾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第二环节马上带来新闻现场。你们知道怎么防治人口贩运吗？首先，我来告诉大家什么是人口贩运。有要出国旅行的以及外来人口，要加强对自身权益的认识。发现可疑的地方要检举通报。移民署跟司法警察会持续巡逻查缉，民众可以跟他们举报。抓到你们了！我们跟全世界的正义伙伴都会不断努力，粉碎人口贩运集团的恶行。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再慢慢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啊！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因为很多要说3次。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飞读 book》台南爱读册。你总以为你和男生一样，他工作你也上班，你洗衣服他换灯泡，他教孩子数学你教注音。但有一件事不一样，50岁以上更年期妇女罹患心血管疾病症状和男性不同，若出现恶心、手麻、呼吸不顺、背痛等症状，请尽速就医检查。国民健康署关心您。总统杜立文新目标在今年农历春节期间推出一系列的活动，除了灯会、变春牛、甲高空宴会，佮特别甲台南市议会合办全台唯一的除夕跨年晚会，欢迎民众前往新目标倒热闹。台南市正统杜立文新目标今年首次在农历29日暗时，甲台南市议会合办新春跨年晚会。除了邀请艺人加表演团体演出，另外嘛有5分钟的跨年倒数的烟火秀，创下全台庙宇农历跨年的首创。咱正统路你们新宝庙咧，咱这届咱寺庙首创的农历跨年是足有看头。咱邀请的一寡只的歌星，也有咱的凯乐吼，还佫有咱的陈林九，佫有足济咱的足红的。这个年轻朋友足喜欢的这个歌手啦吼，佮有咧重点就是咱信宝庙佮有办一个灯会，这个灯会就是拢办伫咱的富春河内底，咱的妈祖咧的悬咧，甲千里眼顺风里，吼，这个灯座有8公尺，咱的五虎千岁，这只王船载着五虎千岁咧，有20公尺宽，佮有足济只的卡通图案。有遮足济遮小朋友足爱的一寡遮的卡通人物，一定互咱全国先进大德，那恁来看小灯会，来倒数来过咱的农历跨年的，恁一定值回票价来过咱台湾人真正的农历的过年。较早人拢是过国历的跨年，那如果我们台湾人过的民俗习俗都是农历的跨年，安尼就非常的好。
来新北市行看看，去当领妈祖红包，何乐而不为？非常的值得大家踊跃一起来参与正统入我们圣庙跨年晚会。除了艺人的歌舞表演甲烟火秀，另外现场嘛将发送2020个零钱包甲摸彩活动，欢迎民众伫个29暝全家围炉以后，做伙到正统鹿耳门圣母庙，甲妈祖做伙来过台湾年。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安平是台南上知名的观光景点，其中安平凯台天后宫作为当地信用中心，迎接新的一档特别规划了走读活动、甲音乐会等等的活动，希望让游客会当更加认识安平、了解安平。安平凯台天后宫作为安平的信用中心，这几年也积极协助推动安平当地的观光。现在迎接新的一年，安平凯台天后宫的管理委员会也特别规划了一系列的活动，要去民众来行村。今年会当去接到这个庚子年的鼠年希望咱全国的百姓大家拢会当安尼，这个支柱拢来进大家家中啦。咱安平天后宫，咱的天上圣母也是咱台湾上盖早的妈祖真欢迎咱全省各地遮的迄个百姓、遮的信徒会当来咱安平行村。安平是咱台湾上盖古老的一个城市，遮有真好的美食，含遮足古式的迄个庙宇，含迄个商店希望咱这个庚子年欢迎大家来行村。阮安平天后宫遮所有的管理委员会委员伫遮会当安尼热烈甲恁欢迎。这届的重头戏也就是深入了解天后宫的故事，妈祖脚底小旅行，透过专业的讲解，要让游客更加熟悉安平天后宫的故事。这届阮伫2020年的这个庚子鼠年特别办一个安平的妈祖脚底伫安平，主要是要甲安平的六角头伫1895年咱的马关条约之后，咱安平凯台天后宫的妈祖，因为咱的刘永福的这个乌旗军去日本兵杀害以外，咱就透过六角头落去抽考，甲安平三乡妈祖分配去咱的安平六角头。某一个角度来看，咱这届办的活动，纯粹要甲这段的故事，会当展现着咱安平六角头以及规安平民间的信用，拢以安平的这个安平凯台天后宫的妈祖作为信仰中心。所以这届除了找找着妈祖的脚底伫安平以外，事实上我嘛要甲安平上水的安平咱的老家的历史文化，甲温和的风光，透过这届的活动，互咱的乡客扩大变游客会当来安平认捌咱安平的城乡之美安尼。同时，天后宫也将要来举办梦想音乐会，邀请安平在地学校甲表演团体到场演出。安平在地市议员罗坤虎也大力来推荐。这届过年有推行一个安平梦想音乐会。安平这个所在虽然无大，可是做人情味的。伫过年的当中阮拢希望讲较侪咱的好朋友，较侪外国的游客来遮甲阮行行看看。来遮就是要感受遮的气氛，且我相信阮在地人你若只要是游客来到遮阮拢足欢迎你，来遮感觉以外搁来了解到地方的文化，甲伊的故事，拢非常非常的精彩。所以阮伫遮推荐你若过年若有闲来遮行行的欢迎你。安平人是足亲切的，做人情味的。主办单位表示，如果是想要参加小旅行的民众，也会使到安平区公所的网站来报名，也欢迎民众新的一年会使到安平来行村。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安南区南兴里社区过年期间拢会举办行村活动，今年持续来举办。除了过去非常受到欢迎的满水果、甲古早味的珍果以外，佮规划新春花灯展，展示400位小朋友的精彩作品。位于安南区的南兴社区，过年期间拢会举办南兴和过年活动。除了过去拢有的真咸果、菜糕等趣味活动以外，
主办单位嘛规划16个单位市集，同时邀请小朋友来画花灯，做成400个花灯隧道，以及小朋友拢相当喜意的气垫乐园，要互家长带小朋友来到南兴社区体验一个特别的新年。1年1度南兴过好年已经连续5年来举办，今年特别的邀请了400位我们的小朋友来彩绘灯笼，来成就一个灯笼隧道。那么整个活动里面有包括很多的过年的食材，包括咸粿啦、甜粿啦，里家嘛有很多的好红肠头相关的食品，还有芦荟，还有菜头的一个食品来可以说是呈现浓浓的我们的过年的气氛。今年除了南兴的活动以外，安南区嘛有真侪活动。安南区公所特别制作成安南区贺岁祈福的懒人包，小解当地风情，方便民众规划来行村，只要扫描这个 QR code 就当下载。那我们安南区公所除了配合这个活动之外，我们也推出一个安南区的一个祈福贺岁的一个懒人包，其中里面也收录了很多的好吃好玩的尤其是我们今年的除夕夜有一个在土城圣母庙有一个跨年的一个晚会包括为期30天的一个灯节也在当天来做一个启用。那元宵的时候，我们土城圣母庙也有摸春牛以及高空烟火的一个释放。同时，在我们的鹿耳门天后宫也有妈祖文化祭的一个系列活动。安南区有大港16寮27钟头，每一个村庄里面都有相关的贺岁的一个祈福活动，我们就收录在这一个我们安南区贺岁祈福懒人包、贺岁祈福来走村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资讯里面。各位市民好朋友可以透过手机扫描我们的 QR code 就可以掌握这些资讯。那么安南区有好吃的，有好玩的，希望大家能够来我们安南，能够好运到安南。到时阵现场嘛将电视、金狮、木木灯以及长照2.0的成果，东港上午10点由区长也指明发放金鼠年红包，限量200份。想要体验无共新年气氛的民众，买当行一段南兴社区。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好天，有时侪份的天气，温度15度到24度，来落雨。海面平均风力5级到6级，上大阵风是8级。感谢你收看1月20号的中嘉台南地理新闻，我是陈美泉，咱再会。